紧吗？我没有保护好咱们的战马，是他保护了我，我恐怕是回不去了。这一年，俄罗斯大地深秋就飘雪了，山野茫茫，一片银白。这位俄罗斯女皇的宠臣波将军奉命主管战争事务，他协同女皇统领了彼得堡邻近的岛屿，还为俄罗斯开疆辟土，扩大着南方的统治。由此，战争的炮火在俄罗斯的上空硝烟弥漫，一直蔓延到黑海、里海的诸多岛屿。陛下，您说的我非常赞成。把俄罗斯的南方交给波将军治理，使我想起了伊凡雷帝，是他结束了喀山汗国的覆灭，标志着俄罗斯人和蒙古人之间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阿斯特拉罕汗国被征服。到1554年，伊凡雷帝派出3万大军前往阿斯特拉罕，使阿斯特拉罕最终归属了俄罗斯。波将军走了，每次都要走很长时间。俄罗斯南北两方相距2500多公里，我们要建立起义站，快速地让我知道南方的消息。我真的希望公爵能够体味您的思想，知道您对他的关心。他决心开辟南方，建立新俄罗斯，任命他当总督行吗？尊敬的陛下，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您的意思是想让波将军亲王作为您的总督统治南方。你说，假如真的这么做了，会招来反对吗？陛下，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反对。来，请。哦，我亲爱的女王陛下，看看我把谁带来了。陛下，公爵大人到了。哦，亲爱的米莎，请过来。您好，我尊敬的陛下。亲爱的米莎，公爵大人，您的行程整整缩短了2天，想必您一定是日夜兼程吧？您辛苦了。您不是也在日夜操劳吗？我的枢密官大人，您在陛下身边日理万机。尊敬的女王陛下，可惜我没有枢密官大人的福气，日夜守护在您的身边。等一等，米莎。我想你也累了，你先去休息吧，不要着急，我会很快去见你。他可真是耀武扬威呀！您动心了。您要会见谁？不过我相信我的事情一定比您现在的任何事情都要重要。好了，米莎，不要问我了，回去等我吧。你快去呀，要听话，我会让你惊喜的，米莎。好的，陛下。哦，咱们走吧，亲爱的。您好像和我提到了图尔扈特蒙古人，是吗，枢密官？是的，陛下。图尔扈特汗国恰好是稳定克里米亚地区我们最合适的同盟。冬季结束了战争，远征的图尔扈特人还没回到汗国驻地，银色的草原转瞬又披上了新绿。活下来的人们都在寻找着妻子、儿子和亲人，谁都不愿意把目光投向远方，看那一长列的牛车缓慢地在汗国周边移动。每辆车上都载着一卷卷捆扎着的毛毡，斑驳的霜雪也掩不住毡卷那不祥的黑色。
阿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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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他，阿爸，喊什么？你们怎么了？阿姐，阿姐，走开！你阿爸他呀，好着呢。阿姐，阿爸他在战场上。傻孩子们，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他说他要回来的，他不可能倒下，他的马会保护他的。孩子们，不可能，你的阿爸不可能。他跟我说好，要回来的。孩子们，你们都长大了，什么都不怕了，不怕了。金格勒，你把我们扔下就走了，你就这么走了。你可要回来，要来看我们的，金格勒。金格勒，爸爸，咱们回家了。我和儿子带你回家。阿爸，阿爸，阿爸，爸爸，金格勒，勇士们！走好啊！你们的鲜血将化作晶莹的红宝石，在我们图尔扈特的旗帜上永远的闪烁。你们的名字将化作优美的琴声，在我们中间流传。勇士们，苍天会保佑我们图尔扈特汗国的。会保佑我们的。来，勇士们，走好啊！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争夺领土和利益。为什么要图尔扈特人为之流血呢？这个问题当时我一点也不考虑，而阿爸却在这样的征战中倒下了。战车载回阿爸的尸体，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死亡的滋味。尽管洛桑丹僧喇嘛说，迎接阿爸的会是新的生命，我仍痛苦万分。难道这就是图尔扈特人天生的命运吗？
心的走吧。我相信你会变成雄鹰，展开翅膀，飞翔在寒山顶上，看着我们。你放心的去吧，佛爷既然召唤了你，一定会赐平安给孩子们。你去吧。纳森兄弟，看来你是躲过了这场战争。唉，听说俄罗斯人也死得很惨，像沃巴西这样的孩子也都参战了。只怕是我们躲过了今天，也躲不过明天呐。韩王，他就是桑吉玛。韩王，你的丈夫是我们韩国最勇敢的将士。我也听说他的女人是最勤劳的母亲。我也是最不幸的女人。是啊，秦格勒的死使我非常的痛心。何时才能让韩国休战，让韩国的妇女不再守着丈夫的灵柩哭泣？桑吉玛，你是对我们韩国有功的呀，韩国会记住你，韩也会记住你的。来，起来吧，孩子。韩王，他是哥哥沃巴西。哦，他是弟弟达什顿。他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的阿爸，他们会为他们的阿爸算清这笔债的。快谢谢韩王。怎么不喜欢吗？我不会用它杀人的。孩子，要好好的照顾你们的母亲。孩子，佛祖保佑你们吉祥。娥姐，我们回家吧。娥姐，你都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喝点奶茶吧。阿爸虽然去了，可还有我和达什顿兄弟啊，我们会好好照顾您的，阿姐。孩子，我们永远不分开。达什顿，过来，过来，孩子。来，孩子。怎么，你把你哥的短剑带上了啊？还给你哥，还给他！我就不！你放开！娥姐，这是我给弟弟的。你给我，给我！
额姐，从小到大，你都让我让着哥哥，好吃的先给他，好穿的也给他，最后才是我。你胡说！你就是对哥哥好，额姐，我问你，我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住口！怎么说话的你？额姐，额姐，我们都是从您的肚子里出来的，还分什么你我？掉眼泪了。阿爸走了，在额济最伤心的时候，就别惹他生气了。韩，我觉得你应该吃药了，我给你去拿。好。妈妈，我巴西长大了，我总觉得呀，你该给他指点了。韩，我明白了。哎，我这一生总有很多遗憾，可是我一想到我有我巴西这样的孩子，我就欣慰了。是啊，韩国有我巴西这样的孩子，是我们图尔扈特人的幸运，他是一颗幸运之星啊！我把我巴西托付给你，韩，他也该到你的门下受教了。韩，我会按你的意愿，指教他的。让他到庙里去吧。孩子，要出远门了，一定要注意身体，早晚多穿点，知道吗？知道了。记住额济的话啊。好。听妈妈的话，走吧啊。要常回来看看，额济惦记你啊。驾。走吧。额姐，哥哥要去哪儿啊？哥哥有事，你别跟着他，快去。大士顿，我会很快回来的。不，大士顿，你不能去。额姐，你跟我回来，快回来。哥哥要去哪儿，我要跟去哪儿。你不能去，站住！你回来。额姐。大士顿，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为我行坚信礼了。我巴西呢？我巴西，他嘛，他到寺庙去学经文去了。学经文？他真的要当喇嘛？不，他才不会当喇嘛呢。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哎，跟你说不清楚，反正他才不会当喇嘛呢。哥，原来你在这儿啊！是啊，我找了你半天。哦，对了，这个给你，你用更像佛爷了。我们交换。不，我们打赌，谁赢了这剑就归谁。好。我不要，那是你的东西。我的和你的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跟你的不一样。大士顿，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这是额济说的，他
他还打了我呢。娥姐，哟，孩子，你可回来了！别管他，犯了错还那么犟，佛祖在罚他。娥姐，让佛祖罚我吧。哎，孩子，你不能这样，起来，快起来，起来！孩子，你不明白。娥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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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你对我和哥哥不公平，不公平！你住口！就是不一样。你们两个就是不一样，他是未来的韩王。哎，我是气晕头了，孩子，你们别把今天的事放在心上，就让这事儿过去吧。啊，你们起来，快起来！你们把今天的事全都忘了。娥姐啊，是气晕头了。好了，你们去吧。娥姐真的是气晕头了。你们以后会明白，这事儿有多么重要。哎，达什顿，妈妈，我心里有许多谜团。今天娥姐突然说我会是未来的韩王，这是真的吗？来，孩子，坐好，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娥姐，哥哥难道和我真的不是兄弟了吗？孩子，你和哥哥是吃阿姐的奶长大的，当然是兄弟了。你为什么说哥哥是未来的韩王呢？孩子，阿姐不是瞒你，这事儿关系重大，我要说出去，佛祖会罚阿姐的。娥姐，我明白了。我以前总是埋怨您对哥哥好，现在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孩子，过来。孩子，娥姐，我以前总是怀疑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孩子，娥姐对不起你啊！不，娥姐，我不埋怨你，我和我巴西永远是兄弟。你是娥姐的好孩子，你永远是娥姐的好孩子。我的儿子。欢迎你们！好啊，我的好兄弟啊！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小儿子，阿列科谢。哦，他已经从士兵学校毕业了，承蒙女皇陛下的恩宠，晋升为准将了。哦，阿列科谢·敦达科夫准将向韩王致敬。准将，哈哈，我可是只记得我哥哥有个流鼻涕的儿子，他叫多迪比。对，我就是道地比。哦，对了，这位年轻人呢？哦，这位呀，来，这位是我的孙儿，策布克多尔基。论他的才华和学识，在圣彼得堡，可谓是所有青年人的骄傲。哦，韩王，好，嫂子来，众位请。哎，
我可是有年头没来了。你们应该常回来看看嘛。是啊，儿子过来，你看看咱们家乡多美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韩王，我的曾祖父是伟大的阿育奇汗。哦，你是噶尔丹诺布的儿子？是的。哎呀，你的爸爸可是个好样的蒙古人呐，可惜了，他太早的离开了我们。谢谢韩王，您还能记得我的父亲。噶尔丹诺布啊，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你应该记住他。哎，我来告诉你啊，你看这副马鞍，这副马鞍子可是不一般呐。这是我们马背民族的象征啊。对呀。这是金的吗？当然是金的。哦。哎，你应该记住。嫂子，往这边请。啊。好啊。哎，孩子，你会吃肉吗？哎，你怎么说话呢？蒙古人哪也不会吃肉的。可是圣彼得堡的面包使你们变得太虚弱喽。韩王，狼都是瘦的，因为饥饿使他们更会奔跑。你看他回答的多好。滚开！这儿还没轮到你说三道四的。哎，刀弟比，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是我在跟他说话嘛！啊！哎呀，是叔叔跟他说话。来，跟妈妈看看这成吉思汗。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像。每年7月的时候，蒙古人都是这样来祭坛打坐。想进去吗？好啊。来，来进去。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要跪下。跪下？对呀。这样？对对。孩子，你看那是什么？它就是咱们蒙古人的苏禄定。苏禄定是首领的象征，谁拥有了它，谁就是首领。年轻人要懂得自己民族的历史，要真诚，要钻研。韩王，尊敬的韩王，请把带兵教训可恶的土耳其蛮子的任务交给我吧。凭着沙皇陛下的神威，我要指挥您的军队将双鹰军旗插到君士坦丁堡。哦，你是说你要去打仗？是的，韩王。而且还要当指挥官？对。那么你告诉我，凭什么呢？凭我是准将。准将？没有见过车辕子的花牛犊子，能拉重车吗？啊？韩，您这样是不对的。是吗，年轻人？我又说错了什么？您侮辱了阿列克谢顿大科夫准将，您将为此付出代价。什么样的代价？阿廖沙，你在干什么？他是你叔叔。妈妈，你让开，我要跟他决斗。决斗？无论是用剑还是用枪。你们都听见了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他要和我决斗。我的好兄弟，请你原谅，你不要介意，他只是个孩子。放下。哎，年轻人，你要当他的公证人吗？不，韩王，因为前几年以您的名义颁布过一部法典，里面是不允许贵族私下里在您的汗国里决斗的。听见了吗？这也是个孩子。阿廖沙，你在干什么？如果他不是我的叔叔，你看见了吗？你怎么这样不听话？妈妈，不！干什么？
孩子，以后我们的生活习惯就得改变了，我们要像俄国人一样生活。要靠打鱼生活？唉，反正我们不用再打仗了，还能得到一些抚恤。我在外面会遭人骂的。只要我们能像俄国人一样的活着，谁骂都没用啊！来，丢人！哎。兄弟，我知道，你不欢迎我们，你害怕我们分去你的荣耀、财富和权利。可是你老了，你总归要把权力交给年轻人的，这是规律。你看他们，在俄罗斯的熏陶下，多么像个将军。如果让他们在战场上发挥才智，一定能叫女皇看着吃惊。不像你老奸巨猾，在战场上不能耀武扬威。你知道那些俄国元老是怎么评价你的吗？我们替俄国佬卖命，蒙古军团让他们在突出重围中保全了性命，获得了胜利，还换不回更好的议论吗？尽管这样，他们还是称你是上不了战马的将军。哼，多么恶毒的攻击呀！这正迎合了你的想法，你非常高兴。不，我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呢？我不高兴，我正是考虑到不让你在俄罗斯面前丢我们图尔扈特的脸面，所以我才把他们俩给你送来了。为的是什么呢？嗨，为的就是让我们的韩国改变一下形象。想得不错，嫂子，我这样告诉你，如果扎尔固会议通过决议，我就把我的权利让给他们。唉，你有那么多的财富还不满足吗？你别以为没有人和你斤斤计较，你就像是吃了豹子胆。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哼，嫂子，他们回韩国，我会欢迎他们。至于你，那就另当别论了。年轻人，看得懂图中的故事吗？这不就是一张皮地图吗？这是一张军事地图，这上面记录了蒙古帝国从无到有的发展历史。讲得好。你看，这每一个箭头都是蒙古人征战的故事。哎，你光看得懂这张地图还不行啊，必须要懂得这其中的故事，必须从中看出我们民族的牺牲和战争给族人们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累累伤痕。年轻人，搞清了这个地图，你将来要是上战场，就可以稳操胜券了。阿廖沙，孩子，你第一次回到韩国，你怎么就不想一想？结果就干出这样的蠢事。阿廖沙，你怎么就不动脑子去想一想？您让我想什么？想什么？哎呀，我真是不该带你来。我说我不来，您偏带我来。我来了，您又不高兴。我不高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夫人，请您上马车吧。上车！滚开！阿廖沙，你这小鬼，你也在这偷偷笑我吗？你要是再卖弄你的学问，小心我赏你一顿鞭子！阿廖沙，你给我闭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泽伯克，我知道你聪明能干，可是你也总不能在阿廖沙面前显示，给你叔叔难堪呢，是不是？对不起，夫人，我们上车吧。哎呀，算了，谁让我的命不好，王位丢了，儿子又这么不争气。妈妈，你到底走不走？跟这小子费什么口舌？
住嘴，阿廖沙！我们战场上见，看谁有本事。不是阿廖沙，你真该向策伯克好好学习学习。什么？我跟他学？跟他学什么？学做一只会唱歌的百灵鸟？阿廖沙，你在说什么？策伯克，我在这儿求你了，往后你在阿廖沙身边多照顾照顾他。不管怎么说，你们都算是一个种族。韩王有令，请策伯克少爷留下。嘿，小子，你走运了。哼，好啊，策伯克，你还真是走运了。那你就去很好的回韩王的话。我早说过，你会有出息的。